Hello，各位師兄好，我哋今日就去翻高股息計劃第149，亦都睇睇我哋嗰隻外股1883股息慘跌啊，亦都睇埋佢嘅2024年嘅業績公告，睇下應唔應該繼續持有佢啊，定係應該放咗佢啦。首先我哋就望一望我哋嘅月供計劃表先啦。你會見到啦，依然就係得中銀香港同埋新創建啦，呢兩隻係有盈利，其他都係虧損模式嘅。成個計劃如果唔計股息咧，就要蝕2成；如果計埋股息咧，就賺1.3成嘅。之後下一頁啦，就係近排嗰啲交易嘅表現啦。另外下面嘅亦都係同呢一個3110嘅高股息 ETF 做比較。3110如果唔計股息咧，就賺7.14%，計埋股息咧，大概賺2.3成嘅。之後啦，我哋就開始講下呢個1883啦。1883嘅年報一打開睇佢嘅收入咧，就好鬼得人驚嘅。首先23年99億8700萬嘅收入跌咗去95億7300萬。另外佢嘅銷售及服務成本啦，嗰度咧都增大咗2億幾嘅。最主要原因啦，都係佢嗰個銷售嘅毛利率壓低咗。即使佢賣手機嘅生意多咗啦，但係佢嘅成本增加，變相咧佢係賺少咗錢嘅。種種呢啲嘢加埋咧，令到佢年度溢利咧就去得9億2800萬，相比上年12億5200萬咧，跌咗成差唔多3億幾嘅。亦都導致咗佢嘅股息咧要減25%，由上年2毫5仙生至1毫8仙八。究竟佢跌完未咧，仲會跌落去咧？最緊要嘅就要睇睇佢嘅收入先。去到呢一頁啦，你就會見到佢嘅收入嘅。其實你望落去，除咗國際電訊服務係差啲之外啦，其他嘅移動通訊服務同互聯網業務咧，都係依然呈呢一個增長嘅。企業業務就輕微減少，固網語音咧，你就預咗不停咁減值到0㗎啦。呢樣係。至於電訊服務收入輕微減少啦，銷售移動電話設備收入就增加咗嘅，但係呢一 part 咧就被佢嘅銷售成本增加咧抵消咗唔少啊，所以反映唔到落去佢嗰個收入度。如果你就係咁樣睇收入嘅話咧，真係賺少咗2至3億左右啦。下面現金流你都可以見到啦，佢嘅業務經營現金流收入啦，就係因為以上嘅收入減少而導致。但係咧佢嘅資本開支就增大咗成9300萬。最主要原因咧，佢開始進入一個數據中心啦，同埋5G 嘅網絡嘅投資落去嘅。呢啲其實佢都差唔多到咗收成期，應該佢嘅資本開支下年都唔會話太大㗎啦。我相信今次咧比起下年即係2025年嘅話咧，應該唔會再有太大型嘅增幅。我哋喺收入裏面咧，我哋就再集中睇呢一個國際電訊業務，因為呢一 part 啦令到嘅收入減少好多嘅。呢個國際電訊業務裏面咧，一共咧就分3樣嘢嘅，其中一個咧就係呢一個信息服務收入，第二個咧語音服務收入，第三個就係佢嘅 data mall card 嘅收入嘅。3個裏面2個增長，一個不停咁樣減少。減少嘅就係嗰啲 SMS message 嘅。你會見到喺中間個表啦，由22年嘅25億啦，跌到剩翻15億喺23年，到24年6億。而佢嘅語音信息咧就相反，由當年嘅8億至24年咧增加到16億。data mall 咧都由2700萬去到1億4500萬嘅。咁講啦，若果我哋2025年，我哋唔好睇之前啦，我哋睇將來啦，你會發覺佢每年以差唔多9億下跌嘅速度跌落去，到而家只係收到6億，我當你2025年跌到0啦，完全1蚊都冇收入啦。而去計翻佢嘅語音信息嘅增加同埋 data mall 嘅保守嘅增加嘅話咧，佢到最後咧，成個業務嘅總成績啦，唔會話減少得好犀利。24年就係23億6500萬，我哋保守估計25年係21億5000萬。
咁再下面呢一幅圖咧，就係我去年2024年嘅時候預測佢24至28年每一個業務嘅盈利收入會係點啦。咁啊，當時啊國際電訊業務裏面咧，我係預測佢係淨係收得21億嘅，咁啊實際係23億，比上次仲多少少添。而總收入啦，我喺下面我預計94億7200萬，咁啊聽收2024年佢係95億7300萬。我嘅預測仲比佢保守添，咁啊若果我哋預咗佢呢一個信息服務係歸零嘅話，而固網業務係活一年比一年咁樣減少，其他業務係保守地增長咧，咁我都幾可肯定2024年應該就會係1883嘅最低潮位啦。咁啊去到25年咧，就個盈利咧應該會收入啦，應該會上升係99億，至2028年咧應該會去翻114億嘅。咁去翻114億嘅時候，佢個派息應該就可以追翻2毫5仙幾咁啊應該就可以追翻之前嘅股息啦。咁啊當然啦，我相信佢個派息比率都係依然維持係70% 左右啦，唔會話再降低。咁好啦，睇完收入啦，就要睇下調翻轉佢啲債啦。咁亦都好多謝上一個主席、新主席啦，佢努力咁樣減債，咁啊減到而家咧，其實都係剩翻39億多左右嘅債務嘅啫。咁而呢39億裏面有34億咧，就將會喺1年裏面到期嘅。咁啊呢1年裏面咧，我亦都相信啦，佢亦都係有足夠嘅能力去償還佢嘅。咁啊佢亦都有講佢現金結餘有16億1億1100萬嘅。咁啊未提取承諾銀行嘅其他貸款咧，都有99億。咁啊應該足夠去償還未來嚟緊呢年個34億9200萬。咁當然啦，佢亦都會繼續去再借錢嘅。咁亦都寄望呢一個 Fed rate 不停咁樣去減嘅狀況之下啦，佢嗰個借貸成本亦都會向下降，而導致佢嘅財務壓力亦都會慢慢去減輕。咁依照咁嘅狀況之下，我亦都相信1883喺佢嘅業務裏面都仲有一定嘅壟斷性嘅時候啦，佢現價咧係做緊8厘2嘅股息，咁8厘我都仲係覺得係有一個吸引力嘅。咁啊始終你定息都係4厘零多1倍，咁亦都將會跌落谷底而係有增長。咁所以咁嘅狀況之下咧，我都係願意繼續持有1883嘅。但係唔知各位師兄又點睇咧？咁啊大家不妨分享下大家嘅意見啦。咁我哋下期再講，拜拜。